经典教育的目标啊，经典教育的目标，我就提出了5进了。我们大家任务很拮据了，提出5进：经典要进学校，经典要进机关，经典要进企业，企业都要读经典；经典进社区，现在我们都在社区推广经典进农村了。今年暑假，我们现在我在指导一个大学生志愿者。今年我们在100个农村，100个村，有几百大学生到100个村去推广经典教育。啊，我们现在我办了很多农村经典学校，效果非常好。所以我们8号就去看过农村的小学，经典小学。你看他们读了，效果完全变了，是吧？好，经典教育的任务我提出了5大任务啊，要研究整理传统文化经典，学习诵读传统文化经典，宣传推广传统文化经典，培训讲授传统文化经典，弘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经典。我们得有任务的，这是我在全国啊，我率先总结这个5大任务、5大目标，是吧？5大任务啊，你要研究、要学习、要宣传、要培训、要弘扬，记住前面10个字就可以了，是吧？要研究、学习、宣传、培训、弘扬，5大任务，记住没有？好，最后啊，就是8大好处。这个啊，我们把8大好处、8大意义一讲啊，是吧？讲3条，大家都接受。所以我们到全国各地去，我家长一讲，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，80%的家长就支持我们搞经典教育，是吧？第一个，提高识字能力。读经典的好处，第一，提高识字能力。现在小学，我们大陆小学6年。教育部规定认多少个字呢？2450个字。古代的书院认多少字呢？1年认多少字呢？古代的蒙学啊，1年认多少个字？5到6千个字。哪个教学效果好？哪个教学好？1年认5到6千个字，你6年再认不到3000个字，所以浪费生命的教育了。低效率的教育啦，我们刘校长啊，好好总结总结啦，是吧？6年还只教了3000个字，古代的，所以我就想，过去我一直在研究，就是我爷爷受了我的一个堂爷爷的批评嘛，所以我就下决心要研究这个事。过去我当师范校长，做事做对点做不起，爷爷批评我。你这个假大学生、假研究生，读了那么多书，当不得我读3年老书，3年老书做事做对，书法写得非常棒。你看现在，难怪哦，我们是6年在认不到3000个字。古代你只要认得4500个以上，5000、6000个字，没有读不通的书了。所有书能够读，《易经》什么书、上书都能够读懂，因为我们为什么读不懂？就不认得字嘛。我第一次读《易经》，我算了，我278个字我没记过。你看，知道不认得怎么读得懂啊？第二个，提高口头表达能力。你看读经典，今天晚上我们很多朋友都要交流的。读经典，你看普通话，你现在我们农村，我们也去看的。过去我们我带的5个老师去，学生讲话我们老师听不懂，我们老师讲普通话，农村小朋友听不懂。现在你看我们那个学生，你去我们8号去的时候，你看学生普通话读得多好，书法写得多好，都挂在走廊上，学生都书法都表出来了，作为书法作品挂出来。小学生国画都画国画，你看国画画得多，你看这个传统文化经典的好处，是吧？
口头表达能力，许家路、余秋雨，你问他们了，我都问他们，我说你哪里有这么表达能力？我都是从小读经典训练出来的。你看许家路讲2个3天不要带1个字，出口成章，没有一个废的字。你看，都充满哲理，看演讲能力。现在我们一些大学生，我教我们一个博士生，讲课讲话，1个小时大概有360多个，然后，我们一个年轻人讲话讲课，青年老师讲课，这个1节课500-600个这个，所以学生把他取名，不叫张老师了，叫这个老师，这个老师来了，是吧？你看这些表达能力，提高写作能力，你看写作能力，50，知道吗？我们安徽人呐，留美7年了，几岁读经典？4岁开始读经典，从小饱读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律诗》《六朝》《孝经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诗经》《书经》《易经》《礼记》。12岁成为少年诗人，12岁成为少年诗人，你看，你们有吗？怎么写作能力好不好？郭沫若5岁读经书，5岁，在他的老师和母亲教育下，你看，开始读经书，从小打下结实基础，又是诗人、文学家、考古学家、甲骨文学家、剧作家、国务院副总理、全国人大副委员长、书法家。郭沫若的书法不得了，5岁读经书，看到吗？第4，我讲提高其他学科成绩。苏步青，著名数学家，几岁呀？你看他，从小放牛就开始读书，你看，他在牛背上都背切家诗，唐诗300首。从小读，13岁就读《左传》，成绩非常拔尖，非常拔尖。杨振宁5岁读，成绩非常拔尖。我们长沙有一个东风路小学的5年级学生，他的爸爸叫沈伯春，是我们的好朋友，5岁读的，读到